电厂火灾，台电出动备用机器确保供电，也毋过后手敢会造成发电压力，大家拢真关注。印尼巴厘岛落大雨做大水，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也阁有人失踪去，真侪台湾旅客受到阻碍，赶袂赴班机。即马网红也要来扣税啊！财政部发布营业税规范，只要有固定营业场所、营业牌号等等4个条件之一，安尼就爱来扣营业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做伙来关心的，就是今仔日台股开盘又搁冲悬啊，上济是来到25,541.44，连续4个交易日拢有创下盘中历史上悬的纪录。另外，这台积电呢，今仔日早盘上悬是来到1260块，拢总是起35块。这市值呢是有32条歌，其他电子股亲像是鸿海、联发科，也是力外工等等，也拢有起价。干那这金融类的是有小可拨一挂。另外来关心的是，这新版的财违法呢，伫咧试算这分配金额了后，有几来个县市呢，本着的钱是平英国要搁较少，这是引起电方真大的反弹。昨昏有10个南北县市的首长是来开记者会，要甲中央来讨钱。台中市长卢秀燕领军10个南北县市首长是摆一排，做伙伫台北市对新版的财违法和补助款的争议，甲中央政府来发话。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放下屠刀，放下大砍地方政府补助款和分配款的屠刀。中央不应该要集权集钱，借着补助，然后背个各县市政府的施政，这是不道德的。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也没有办法精准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今天我们站出来，就是要地方包围中央，就是要争取地方自治的主体性，不要处处受制于中央，看中央的脸色。台北市长周万安火力全开大骂中央，10个人是以联合声明提出3大诉求，包括合理分配统筹分配款、一般性补助款和一般性补助款回归公式的折算，和保障已经核定的补助款。另外，行政院讲南北推动修法的新版财违法有公式的错误，代表同市长周先生内的副市长无法度认同。算来算去，我认为这个公式没问题的，他只是他硬要说他有问题，找麻烦，不想给你钱，那就是要扣下来。不容否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公式的设计上面，分母的确有一点瑕疵，所谓的分母的误差。另外，行政院提出修法，到立法院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讲，公式的分母应该透过修法来调整。民进党籍的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建议财违法应该第2摆修法，让大家县市拢有公平的对待。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立法院听到各个县市的声音后，大家能够更严肃的来面对财划法的修正。地方的首长们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态度，他们先行讨论过也好。那本周内我会分时间邀请他们来就解决问题的最终的方式该怎么来处理。行政院导演台承诺，这礼拜内会邀请地方政府做伙来参详解方。财政部是指出讲，新版的财违法分配公式有分母计算的问题，财产税数位无清楚，和乡镇分配欠位的3个问题。后边2项已经参考地方政府的意见做计算分配，但是分母是现行法律明文规定，同款嘛是要透过司法的定数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北合作通过新版的财违法修正案，即卖呢煞出现这计算公式唔对的争议。有15个县市南北营首长呢是呼吁唔通借着地方的补助款来修理各县市。也那总统赖清德针对这件代志也做出回应。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那卓荣泰院长在礼拜6将分批约见所有的县市长，财力比较好。资源已经分配比较多的县市，应该要放下，要照顾资源比较少的县市，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讨论出一个好的结果来。如果有好的结果，对社会来讲是好的，我相信人民一定会支持，我也会支持。看总统说屠刀一直不在民进党手上，谢市长，你觉得屠刀在哪个手上呢？
针对这赖总统的讲法呢，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当时犹阁无一个回应。总统呢有来讲到这新版的财违法，毋那是计算的公式毋对，而且阁有300多亿无底本的问题。特别是南部县市这资源是变少，会来阻碍着城市的发展。希望地方甲中央会当搁再来好好啊讨论，找出解决的办法。另外来关心的是，家己布袋呢有一间古早厝，最近去收到2个月的电池销单，竟然有25万9遐尔济。这厝主找台电来调查，才知影讲原来是换这新电表的时阵去抄唔对去，实际是干那爱纳300通块尔。也那台电是讲未来会来加强当年的教育训练。家己关布袋接近3项院，因为7月单那是风台破坏，到单也未征收好势。最近厝主煞收到通知。扣做的钱无够6电池，一早才知影6月、7月这2个月的电池要25万9千多块。伊寄单来啦，因讲我迄个扣做无够钱啦，因为我用1-2万块咧扣水电尔，带一个我讲这用规10档咧嘛好安尼尔。26万块电单要来用这单问政府啊，咱这个民间有才用啊26万的电单，敢袂伤喊？台电表示，家己布袋因为风台关系，那遮侪所在电条拢倒去，一寡受损的厝嘛需要换新的电表。这站啊因为无用抢修甲维护，所以才无场地发生这种错误。除了加强人员的训练，嘛呼吁民众若是有相关的状况，拢会当向因来反映。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在我们发现之后，已经立即做更正，并且向受影响的用户致歉。那后续我们也会加强抄表同仁的教育训练，强化检核的机制。厝主表示，这间厝平常时啊无啥人咧住，只有拜6礼拜回来整理，所以进前电钱差不多拢是200-300块尔。因为换新的电表才发生这款代志，厝主笑讲，加在因为扣做的钱无够，才无去纳到这条要26万的电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市殡仪馆顶礼拜竟然甲人烧唔着代替，这是引起社会的议论。除了这家属无法度接受以外，也显示这管理呢是有真大的问题。市议会民进党团是带队去了解规个这毁坏流程，也要求市政府爱公开来回实的，建立完整的监督机制。新竹市殡仪馆顶礼拜5发生殡葬业者念唔到代替、烧唔到往生者的代志，引起家属甲业者爆发冲突。民众听了拢讲实在真离谱。最后一次可以看到他亲人的最后一面，就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这样突然看不到了，当然一定会很生气啊。那我们会依照那个退订单的时间。然后我们去做退订的动作。新竹市议会民进党党团拜3下晡来到殡仪馆了解状况，听殡仪馆的人员解说目前领代替流程，也批评新竹市府拢甲错误塞互外包厂商，却无看到市府监督单位提出检讨。不管对于我们的大体出入库，还有羽化的系统，或者是所有殡葬管理的系统，以及人员的配置最重要的概念是。所里面一定要有同仁对于整个民众的往生者的大体出，一直到羽化管羽化的整个过程，要负起所有的责任。议员表示，确认往生者的身份是上基本的，要求市府应该爱向家属参社会大众回实嘞。发生错烧遗体的事件，该负的责任我们一定负责到底。我也以最严厉的态度督导厂商。对于家属的部分，目前也已经完成和解，而市府内部因为督导不周而造成的疏失，我们也会确实进行惩处。那另外短期的防范措施，我们会立刻来处置。后续的优化或者是人力的补强，我们会迅速来进行评估。议员也要求市府应该爱建立完整的 QR code 验证，做好管理机制，而且爱加强人员训练，绝对袂使互同款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中有一个70岁的男性，伊听讲这倒手芳这种草药啊呢，会当来治脑喉，所以病人脑喉跳倒去板来甲食，已经连续食了几6冬啊。结果2个月前，伊煞伤骹麻，而且佫闪着错屎，就伊才知影讲原来是神经中毒。这种药啊，食到有淡薄幼毛的食物，叫做倒手芳，又正特殊的气味。
台中有一位70岁查甫人，伫网络顶看到有人介绍食倒手芳的叶仔会让治疗脑无爽快，所以只要脑痛，就把伊家己种的倒手芳叶仔生食。喜欢用晚上的时候睡觉前吃个2、3片这样子，一个礼拜有时候吃个2天、3天都。前2个月才发觉自己身体不对，排尿、排便都出了问题。患者讲，自新冠以前伊就开始安尼食，已经食几多年啊。不过2个月前身体无啥爽快，因为之前伊捌做过另骨的手术，一开始就是讲是手术的后遗症。不过，互医生检查了，神经也无去地到。要安怎问医生，甲伊食倒手芳敢有关系？对神经会有一些伤害，可是他不知道，他听人家讲说这个对身体有多好。他就一直使用。中医师讲，倒手芳虽然有清热健胃消肿的效果，不过也可能引起过敏。若较严重的，可能会有多重器官衰竭。民众唔通随便家己食，若是有口水也唔通摕倒手芳来抹。倒手芳是平衡草叶仔，伫中药药典内面并无记录。那皮肤过敏、有心肝囡仔拢上好卖食。任何植物里面呢，它都有一个东西叫生物碱。所以它有神经毒素，像夹竹桃一样，它这个神经毒是为了它要对抗一些虫去吃，所以它会给它一种抗的做抵抗外来的东西，来保护它自己。中医师讲，倒手芳虽然有淡薄效果，不过伊有神经毒素，若是无顺利，也是有可能造成较袂大的伤害。所以身体若无爽快，上好也是去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国道5号雪山崩坑呢，是定定因为施工的需求，所以甲高一边的车道甲封起来。虽然讲这崩坑的门卡口呢是会拍车仔来警示，也毋过定定有车辆是无去甲注意到。即马警方是提示讲，这车辆呢，若准临时伫崩坑内底来换车道，安尼会照道交条例来罚3000至6000块。伫国道5号准备进入涉水，发现头前指示灯拍一个车仔，表示头前可能因为施工，也是有意外事故车道封起来。不过，定定有驾驶人无注意，开入去封起来的车道，一直甲拄到工程车，也是事故车则变换车道，造成安全问题。西山隧道13公里长入去了后，照规定袂使变换车道。民众入去崩坑前，要注意相关的车辆灯，安尼无较会违规。不过，也有民众讲，入去崩坑内开甲一半车道，因为事故这个原因封起来情形，拄到阻碍时阵，只好避免违规变换车道。你有发现有人进去了，那个打岔的车道，你会觉得不太好？就不要出事就好了。不要民众还这样闯进去，会觉得很危险这样子。如果他打岔了，车子还开进去这样。那他们通常会到之前隧道口的地方，会再把它切换过来。这样因为隧道那当然是会比较有危险啊，对啊。报民众讲，即马入去崩坑前，拢会注意车道是毋是有封起来，安尼无入去，才避免变换车道，真正危险。根据警方统计，西山隧道内底违规大部分是超速，也是开伤慢。变换车道违规的数量，逐年差不多60件，是所有违规样态第3多。本道队呼吁驾驶人驾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态。警方指出，那是严重封闭的车道是属有伫高速公路无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车，依照道交条例，处汽车驾驶人30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违规伫崩坑内变换车道，也会当依法开罚。呼吁驾驶人应该随时注意路况，避免违规。记者采访报道。中秋连绵就要到啊！这台南麻豆的文旦呢，最近嘛差不多拢已经咧采收啊。也毋过因为进前这台南市风台雨，麻豆的文旦呢，即马产量是剩2成尔，所以会当讲今年是愈抢市。也毋过一寡农民呢，伊是坚持无要起价，真心来交配，甲老客户来维持感情。在地种文旦超过50档的老果行，就算不幸拄到风灾，产量减少，不过今年也是无起价。规个麻豆地区产量干那剩2成，照理讲产量少会变较贵。种麻豆文旦的农民今年颠倒因为感情因素，甲继续压落来选择较原价。风台来对中部、北部、南部、东部拢来关心，这种感情。用金钱是袂当补的。第二点，我是感觉讲吼，我若无第一声压落吼，迄个绩效就起来啦。这个农业的社会责任吼，是一定爱
富起啦。即阵这文旦市场有影真抢市，像另外一间捌得到3届台南文旦冰柑冠军的果行，业者同款主动甲老顾客参详，希望大家减量买，互别人今年嘛会使食到文旦的好滋味。又不能说整个都10个人，然后其他的没有办法分配所以提早我们要因应啊。电话是一直在打，可是就是没有啊，没办法。就台风的关系呀。老板娘对我很好，一样是那个数量给我，所以今年会觉得还蛮感恩的。对。目前毛文旦大部分采收啊，人客定的陆续咧出货。农会表示，今年稳定介绍的策略，嘛是希望维持毛豆文旦的品牌价值。咱这农友的反应，大概是拢无买起价啦吼，因为拢只有这拢是旧的消费者所以拢会维持互消费者食到上好的物件维持。公平的介绍。虽然今年风灾的扰乱，加在这阵春的毛豆文旦口感风味拢同款真香甜。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这台湾的观光工厂呢，伫国内外是真受欢迎的。去年甚至搁来创造67亿的产值。这经济部是伫台北车头来办一个嘉年华会，互民众会当来认捌这项产业。用家己的双手来画车头王体验 DIY 的趣味。台湾的观光工厂提供民众多元的体验。经济部表示，政府推动观光工厂的产业到达已经20多年，有150多间通过核准，那提供真侪工作机会。伫去年，佫创造67亿的产值。借由观光工厂的这个场域的一个这个体验，能够让许多的游客、许多的我们的在地的这些民众，能够更了解。台湾的这个产业的知识跟产业的内涵。经济部和工商辅导中心合作，结合台湾本土计共61间的观光工厂，举办台湾观光工厂创新体验嘉年华，互民众会当接触台湾观光工厂的产业。观光工厂促进协会嘛指出，台湾的观光工厂出国展览的时，总是受到真侪外国人的肯定，伫台湾嘛真受在地民众的欢迎。我们今年大概有14家观光工厂。正在执行这个绿色旅游碳足迹的这个计划，同时我们目前已经有8间取得绿色旅游目的地认证。另外一头就是数位转型方面，很多间观光工厂大概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机器人在现场服务。经济部表示，这个活动结合 DIY 和 AI 科技，业者嘛讲，为了配合产业永续发展，目前已经开始推出绿色旅游，甚至结合现代科技，要让产业对时代的进步。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关怀文教基金会认为讲推广台语呢，若是干那靠政府安尼是无够的，所以宣布对这个月开始一直到年底，伫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逐个月拢来安排表演，有布袋戏、歌戏，也有音乐节，甚至也有台语的词啊，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用当落讲出经典的台语歌《月夜愁》，迷人的旋律，互现场的民众听甲真痴迷。为着推广台语加台湾文化，关怀文教基金会宣布，为这个月开始到年底，伫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会安排系列活动，有传统戏曲、音乐节加台语词啊。园区办足侪活动的，会当来遮安尼行行咧，搁学一寡台语。咱每年月底遐也办公演足办啊真好啦，人客人愈看愈喜欢。基金会表示，今年安排的表演活动有国宝级大师李天禄创作的布袋戏出头，提过侪团嘅金曲奖的长美云歌戏团，佮有金曲歌手曾雅文加其他台语乐团的演出，有传统戏曲的台语开口，有新的台语歌创作，都是希望互民众感受到本土语言的多元内涵。民谣嘛好，新创的嘛好，流行的嘛好。古早的嘛好，咱拢做伙来培养，互大家会晓欣赏，会晓提升，做伙来发展，这种要紧。咱干那政府呢无够，就该爱全国的每一个人，大家家己拢做伙来，这是咱大家共同的代志。除了趣味轻松的文化表演，园区也固定举办台语罗马字的课。关怀基金会指出，有不少人来学台语罗马字，通过教育部的台语认证了后，搁回来园区做志工。基金会认为，推广台语靠政府是无够的，就爱大家做伙加入讲台语的行列，才会当互台语开枝散叶。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核三厂的演习最后一天，这主委陈明真是去到现场来视察。针对在外界正关注的核三厂停放的议题，其实赖总统捌讲过，这停放进前呢，一定要照规定先做安检。咱来听主委的讲法。是说，他如果自主检查是自己做的嘛？可是如果要送核安会，就是要重启的意思了啊。他如果要申请新的运转执照，他要提出申请。那您怎么理解总统那段话是真的要正式重启的意思了吗？我想总统话很清楚，重启核电有3大原则嘛啊，他们先做检查，我们以后还要审查，就是2道的意思。对。那这核安会主委呢是正式公布，前这天数应该就要交予台电先提出自主的安全检查了后，再搁正式对核安会来提出停放的申请。目前这进度呢是台电要搁咧评估，也未送件的。也那这摆这核安演习，美国在台协会呢嘛有派人来参加。主委是表示讲，这美国呢应该是想要加了解咱的核安状况，也搁有进展。而这电厂的安全实在是真值得大家做伙来重视的。来关心的，就是这兴达电厂火烧呢，外界是真烦恼，讲对发电会造成影响。昨昏这台电是来出动备用机器，确保这供电的稳定。也毋过后手敢会造成发电的压力，即马大家拢真关注。兴达电厂火警1号2号机停机，备转用率8.3%。拜三台电启用紧急备用的大拿5号机甲兴达4号机，将电力救转来，最后到暗时备转用率6%。外界关心后续会对发电造成压力。当然有做了一些调度啦，那当然就是为维持整个供电稳定，它所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电力的调度，完全没有压力完全供电是没有任何的疑虑的所以确保供电无虞是目前这个台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目前兴达1号、2号机拢还未正式上用，2号机还阁伫咧试运转阶段。不过因为1号机为6月开始已经接受调度，业界分析目前停机对整体发电量有影响。另外，2部机组原本按算伫明年就当时上转，即马阁是调整。那明年的备转容量率，也只有5.2%，已经确定不能商转的中加电力民营的中加电力大概61万千瓦。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新打的2号机，也不能运转，备转容量率在明年剩下0.4%。这几天可能容错率比较低，就是不允许再有其他的机组有状况发生，否则的话，你原本你的备转容量率就已经是在橘灯的边缘了。你如果又有其他机组又发生状况，那一定会跳到红灯或黑灯。针对机组开户时间，台电评估1号机外观判断受损确实，一定会进行详细检查、甲事故调查，也有相关后管准备。完成了，搁提报告向市政府同意，搁随时公告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好，即届呢，因为不满这台电处理兴达电厂的这态度，民间自救会呢是特别来到电厂的门卡口来抗议，要求厂长也佮有施工的处长呢，都要落台来负责。另外，居民嘛来这支台电呢发生爆炸，拢无紧通知，这手机简讯的警报系统应该都要好好检讨。因的警讯啥拢伫因的边有听到，阮这住户拢无听到。住伫电厂边的居民一讲到这摆爆炸，拢是气噗噗。乌拿豆自救会因为不满台电的事故，水平甲处理态度伤过凊彩，甚至甲打拢也未打卡到去社区安打居民。早起自救会带领10多位乡亲来到兴达电厂抗议陈情，因提出4点诉求，除了要求台电要建立安全的通报机制以外，包括厂长、施工处的主管嘛要落台负责。兴达电厂的厂长爱甲即个爆炸，下台负责啦因为伊施工处未交电厂伊就爆炸，所以施工处责任爱甲大家济。因有前线沿着厂的所在，隔壁的遮，会晓等帮忙，等好势吗？台电施工处副处长出面接拍陈情时，自救会要求台电要亲身来到里内开说明会，互居民安心。这部分台电表示，说明会部分会甲中官建议，后礼拜会先用书面的方式来回应。而针对居民要求的安全通报问题，台电表示，因为用手机发警告信息，有技术上的困难要克服，需要专家甲时间来规划。初步会先用通讯软体来做，将灾害通知应变说明拢做好势。阮希望阮做到安怎呢？做到安怎就是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事后第一时间我们
把我们的应变答案民众做说明。针对做了无够无好的所在，台电是再次甲电分会实地。台电强调，天然气的警报通知是用距离来估算的，甲核电较无相像。若要用手机发警报通知，标准要安怎抓爱真认真，请大家各付一寡时间。记者柯家驻柯朝阳高雄仓报道。或者恒大电厂即届的火灾呢，互真侪高雄人想起英国的气爆案。台电是来解说讲，顶一道这气爆的气体呢，其实参即回是无共款的。啊，那环保团体是提示讲，这天然气是咱台湾能源转型过渡期的重要能源，所以政府甲台电应该都要加强机组的安全性，来减少社会记录。大火照光暗时啊，市长高雄恒大电厂找到暗时，因为燃气2号机组气温转的时，天然气泄漏，造成气炸事故。毋但互当地居民惊到要害，造成厝毁损，也互不少高雄人受起2014年高雄气爆的噩梦。丙烷的迄个天然气，它会沉积较重嘛，伊分子量较大。我即摆是甲烷，会往上，但往上嘛是会动嘛是会啦。但较无像讲以前前阵咧，伊拢蓄积伫迄以前的公路下头，迄个丙烷，迄较重，迄走去，阮会走去。台电伫事故说明会中强调，这件火警甲高雄气爆的无共，也毋过因为燃气机组发电量已经伫去年超过烧炭，爱面临的煞毋那是气爆风险。连中国4月的海峡雷霆伟大军演，也将高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无机组攻击目标，外界关注机组的安全性甲相关风险。确实要深刻检讨这整个过程中的这个公安管理的问题，天然气的排碳量以及它的空污量都比煤炭少了很多。过去这几年就是透过增加天然气机组，有大幅减少的这个空气污染。政府需要加强整个天然气的这个运转的安全性。拍开台电网站11早起，各机组发电量，燃气占较悬的比例大约31%。环团表示，天然气是台湾达成低碳能源转型的过渡时期，真重要的能源。也安尼，政府加台电，更加应该加强相关机组运转的安全性，以消除大众记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消息咧，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这古巴的电网呢，昨熊速度去全岛是1000万人无电通可用。那这交通的号志火起，这开店的也拢无通可做生意啊。啊，其实这已经是一冬以来第4届的全国大失电。官方表示讲，哪像就是甲旧火力发电厂的故障有关系。伫哈瓦那的大路边，有真侪人伫咧大日头下排队买单咧买芳，青红顶卖刀，真侪店的铁门拢有来，冰箱内面拢空空，有一寡人坐伫咧路边纳凉，因为厝内实在有够热。古巴国发生全国性大停电，全岛1000万人无电通用。Que no somos informados, no puedo darte una explicación. ¿Qué está haciendo aquí? Ah, no, vengo a buscar mi pan, que me toca. ¿Entiendes? Y entonces al no ver luz viene temprano porque posiblemente por la afectación muchas cosas van a ir en declive. 古巴的能源部讲，哈瓦那有一寡所在已经开始有电，首都的电网即马开始碰啊。这边大停电是古巴今年第2遍的全国性电网崩坏，也是无到1年来第4遍。当地电网设备真旧，阁无钱通修理，进口燃料阁受限制，供电系统才会挡袂牢。民众对政府愈来愈无满意。Existen los procedimientos en cada uno de los territorios para minimizar los impactos y sobre todo para mantener informada a la población con la confianza de que lo más temprano que se pueda ya nosotros iremos restableciendo paulatinamente para entonces ya poder pasar esta experiencia negativa que además también como siempre se profundiza en las causas para evitar que se vuelva a repetir. 路边的咖啡店无电通营业，因过银行是排队排甲落长，大家暗时点蜡烛做电火，灭做暗顿就烧茶烧炭。Se cocina con carbón, se cocina con leña, se espera, se van jugando con los horarios. Es complejo y es estresante y es frustrante también. 古巴的电网区本来就定定停电，而且阁有美国的制裁，燃料正欠，维修的资金阁无够。路透社报道，这边大停电，阁互人看到古巴经济侵占困境，民众的不满愈来愈悬，政府即马拄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视新闻郑伟林、张建光编写。
这天灾人祸实在是无通过按算的。来看这印尼的巴厘岛呢，是落大雨做大水，到今已经有9个人死亡，也阁有人失踪去。真侪台湾旅客呢，这2日伫去机场的路程是因为天灾受到阻碍，真侪人赶袂赴班机。 机车漏水，特别下袂叮当，靠人来杀。印尼巴厘岛连续强降雨，造成大水，有面体壁都安尼被冲坏去，水正断流，将物件甲大量粪扫冲走。国民无用清理，原来伫水里找找营养物件。我dari jam berapa nih? Kurang lebih ada 5 jaman banjir. Tadi mulai hujan gerimis-gerimis sampai hujan lebat. Tak dapat tidur nih. Ini roboh ini semua, roboh semua, hancur deh. Sampah, nah itu bisa dilihat itu di kali itu sampah luar biasa itu. Mungkin pengelolaan sampahnya sih lebih baik. Sama mungkin damnya itu mungkin lebih segera dibuka biar arus airnya itu bisa lebih lancar seperti itu. 未少所在积水未退，甚至地下道拢未通，影响连外道的交通。原本七十要登来台湾旅客已经提早叫车，不过沿路因为淹水路况无好，到的时间一直延长。 对面淹超严重诶，对面比这边还严重，我感觉。到机场时阵，班机已经起飞，之后搁要价一个机票。那个水的高度大概还有在轮胎，就是汽车的轮胎的高度。大部分的路段被封起来，导致原本只要1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至少翻了个5倍才到机场。可是这次好像淹水特别严重，我看还有人拿冲浪板在那个路上滑。我们在叫车是完全叫不到 Grab。 所以我完全没有车，因为车可能都会卡在路上或塞车。后来我们是打电话请朋友过来送我们的。有常常去的台湾旅客分享过去巴厘岛都雨季也常常安尼连日落雨，不过这摆还未正式雨季，却造成大水。花沙市区有真侪所在严重积水，推测可能多是大楼积水未覆盖处，各海水倒灌。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保守派的评论家查理·寇克呢，伫出席这学生团体活动咧演讲的时阵，结果互人甲枪杀去。嘛，因为伊伫大选期间呢是相挺总统 Trump， 所以白宫呢是来累半期4天。也那 Trump 是表示讲，这是美国的黑暗时刻。现场目击者所翕的画面，会当看到本来广场规拢是学生甲民众，伫听到枪声了，大家赶紧走。 号称写到的是31岁政论家网络的评论员查理·寇克，伊迄天接受学生团体邀请去学校演讲，无想讲有人对伊开枪，造成伊不幸死亡。寇克是态度正明显的保守派，除了支持宪法第2修正案有情的权利，也几多遍伫大选时阵公开为川普镇压，也有其他共和党的候选人徛台。除了共和党过半数的众议院伫全议会议默哀，川普也下令白宫降半旗。 And we take comfort in the knowledge that he is now at peace with God in heaven. Our prayers are with his wife, Erica, the 2 young, beloved children, and his entire family, who he loved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We ask God to watch over them in this terrible hour of heartache and pain. This is a dark moment for America. 外电报道。 清朝是伫大约200码，也就是182公尺外开枪，只个若射一枪就射到寇克的颔骨仔。代志发生了，调监视器发现，虽然有翕到嫌犯，不过画质正无清楚，看无伊的面。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 we did have a suspect in custody, George Zinn, but he was released from custody after we identified that he did not match the shooting suspect and was not an accurate person of interest. However, he has been booked into the county jail by Utah Valley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 for obstruction of justice. 这么除了当地警方加联邦调查局等单位继续伫咧抓人，也呼吁民众提供线索。案发地点的犹他州的山谷大厦宣布，包括线上加实体上课，也有行政的相关会议，全部拢暂时取消，一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 来看，咱的行政院通过轮性特别预算，这当中呢是编2360亿，当作是普发现金1万块，特别送去到立法院来审议啊。新闻外界是有计讲，这立法院的纳准会当伫10月初来通过，安尼上紧10月底就会当开始发放。
全民发现金，那么财政部也正和数发部来整备相关的系统，并且积极的规划宣导，还有客服以及款项拨付清算等等执行作业。那这个特别预算呢，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后，然后公布的1个月内呢，我们可以开始执行发放的作业。发言人，一般来这破坏现金的对象呢是无设排付的条款，包括在国内有户籍的，也是驻外工作人员，也有因的家属等等，拢会当来领。而且呢，这领的方式是比较2023年破发现金60千块的这个方式，提供民众5种领钱的门路。按韧性特别条例工作项目来看，这网红即马嘛要来扣税啊！财政部呢是来发布个人定伫网络发表创作，也是讲分享资讯的这个营业税的规范。只要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也是讲营业牌号，甚至是请人来协助营运等等4项条件之一，安尼就爱来扣营业税。每种网红或者是直播主会伫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网络平台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今麦财政部针对常常伫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的个人，也就是俗称的网红，甲用网红内容播送广告，或者是提供相关附近服务的平台，拢会建立一定的税籍登记甲营业税申报依据。网红他是个人，那个人的部分，他可能有一些他个人受雇提供劳或是一些执行业务所得。那这个部分呢，只要他符合我们营业税法的营业人的要件的话，那他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网红经济内所含的这些劳务，都要纳进营业税课税范围。财政部赋税署表示，境内网红若符合4大条件之一，拢要办理税籍登记、扣营业税，包含伫台湾有实体固定营业场所、有营业牌号，请向人员协助处理销售，甲透过网络销售，登记销售业有达到营业税起扣点。财政部指出，网红达到一定被奖金数，或者受甲平台签合约，为平台摕到分润性质的劳务收入，将做网红平台广告主甲观众4方面的教育，属于新兴网络教育形态，拢会规范伫扣税性质内底。如果政府在后续在这一块有课税的考量上面，那这个民就只能接受这个政府单位的一个需求或要求，所以基本上还是会配合办理。财政部表示，各地区的国税局会积极辅导，考虑新制实施初期，网红甲平台可能对规定无清楚。即麦开始到明年6月底，拢是辅导期，呼吁网红甲平台拢要配合办理，避免违反税法。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间宽刑呢，涉贪污甲伪造文书等罪，一审是互人判8当4个月，也毋过伊坚持家己是无罪，所以提起上诉。今仔日2审是来驳回上诉，依持原本的判决。因为这间宽刑，伊批评就是司法的迫害，强调会伫上短的时间内，搁再提起上诉。国民党立委间宽刑，因为沙拉高技术提供入切占国有地假买卖加3年助理费案，台中地法院一审去年依照贪污伪造文书2罪，判伊8年4个月徒刑。间宽刑坚持无罪上诉，台中高分院11日2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伪造文书判刑6个月定案，会当扣罚金，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严厉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原审认识用法并无不当，量刑及所为没收之意之一时妥适，严厉为之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间宽刑2021年参加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时阵，亚出沙拉高技术体涉嫌窃占国有地。台中地检署调查发现，伊甲员工林进豪配偶陈丽玲，也甲特殊公司县长的负责人，以借钱的方式，甲4541万借予县长的设计师，购买高技术地土地甲建物，再个委托大师甲厝土地以买卖理由移转登记伫特殊公司名下，涉嫌假买卖。检方另外阁查出间宽刑担任立委期间聘用员工林进豪担任公费助理，一共100控，涉嫌诈领108万助理费。甘愿被告林进豪同款维持1审判决，伊批评完全是司法迫害。这个司法破坏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呈现了所有的证据。林进武先生确实都是助理，用贪污治罪条例来判处严宽衡，这是我没有办法忍受，也没有办法可以接受的。证据没办法显示我是真的是助理，或是我没有从事助理的工作，那你把我判刑都没关系。可是今天我有啊，怎么还会判刑呢？真的是很冤枉啊！间宽刑1审贪污罪，共判7年10个月，替代公权3年；2审维持原判，牵涉到立委职务刑事改革，伊强调会伫上短时间提出上诉，捍卫家己的清白。记者采访报道。
来看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也阁有郭文哲政治现金案。今仔日是来传郭文哲顶人到庭，要来厘清这郭文哲到底敢是以木科公司来侵占着政治现金。另外，北京迄边呢，针对这郭文哲交保是提起控告，上紧今仔日就会裁定。你们担心北检抗告成功吗？先出庭再讲。不好心，有被律师下口令吗？透早检出家门无加做回应，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赶到法院出庭，互人起诉的4大案当中，也互人控告使用奖望基金会的800多万支付警方员工的薪水，专案早起开庭审理。今天做这个都有做什么准备吗？这届到庭的证人，就是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把身兼奖望基金会甲郭文哲竞办主任。不过出庭作证的伊表示，基金会的财务者的执掌拢是感被告李文忠的身躯，讲郭文哲无介入。民进党有多少基金会？民进党有多少政治人物有基金会？什么时候看你们台北地检署的这群鹰犬讲过一句话？这不是双标？什么是双标？一塔一塔真高的冠证用拖车刷到台湾高等法院，内底相关的资料包含北检的控告状，就伫郭文哲交保了后，检方随提控告，注定郭文哲违反规定，向李文忠发声，也甲证人有所接触。即马高院已经收案，上近10日就会做出裁定。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在桃园北调发生一桩，那像是轿车驾驶呢刁工去弄狗仔的事件。这只狗仔呢是互弄甲脑震荡去，目前当咧动物的加护病房。那警方是表示讲，这驾驶呢有可能会有2档以下有期徒刑。那狗仔的主人嘛有可能因为过失伤害去罚1.5万到7.5万的罚金。这只已经14岁有成功眼的狗仔，伫巷仔内紧张乌白走，一台白色的自用小客车入来巷仔内放慢车速了后，高雄雄打油门加速，甲狗仔交过了后，直接驶走，嘛无停落来查看。在 ICU， 初步判断就是目前是脑部有受伤，然后口鼻都有出血。既然都已经有停下来了，那怎么都不多个几秒钟，或是下车看一下吗？好弄到的这只老狗仔目前伫宠物病院伫治疗，医师诊断有脑震荡，爱观察48点钟以上。佮因为真侪血啊，佮去惊到身躯一直慢慢，暂时无法度照电工来检查，只好注镇静剂、强心针，也佮有注大量的补充养分。饲主是讲，伊签到人生当中头一张病危通知暂监。目前尚未接获报案。为汽车驾驶行为已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5条及30条相关规定，本分局将主动介入调查。故意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致重要器官功能丧失，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20万至200万的一个罚金。针对驾驶好亲像故意甲狗仔交过这个事件，北地分局会通知饲主也甲汽车驾驶来说明，含请动保处查处，并移送通地检署侦办。动保处伫接到案件了后，也已经进行相关事情的搜集。除了汽车驾驶恐惊会面临罚则，饲主也有可能因为过失伤害，可能罚1.5万至7.5万的罚款。记者采访报道。在台湾的天狗咧有超过98%拢是伫南部地区，为着要来控制这疫情呢，有专家甲学者是来做研究，结果发现讲这疫情传播的原因，除了甲各县市防疫更有做矫正以外，另外这人的活动嘛会甲这网虫的卵传去到其他的所在。热天是蠓仔交生团的季节，最近10年来因为气候变迁。天狗咧疫情愈来愈严重，毋若台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天狗咧疫情嘛伫咧超过100个国家炭烧，每年有1亿人着病。气候变迁，那这个也反映在台湾，在某些这个登革热的散布啊，以前可能都比较局限在是南部，慢慢的往北边移，那甚至有一年连日本的东京都爆发登革热。根据卫福部统计，伫台湾天狗热超过98%拢伫南部地区，主要分布伫台南、高雄、屏东。炭病的蠓仔是埃及斑纹这款花卡蠓。有研究员发现，传播的原因除了甲各县市防疫敢有做矫正有关系，另外人的活动嘛会甲蠓仔、蠓虫的卵传到其他所在。
我们人为的行政区的防治作为对埃及斑纹的族群影响很大，代表我们台湾的那个防治人为的影响会比天然就是它距离的影响还要大。专家学者认为，若准一直喷药啊，会增加蠓仔的抗药性。为着避免天狗咧一直炭，上好的方法就是平常时环境爱清理，源头控制好上重要。所以呼吁民众检查家己厝内底的环境，敢有做好清理。记者陈新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受到丹那西风台也有大水河的影响，这落水溪水位涨悬，而且这流向也改变啊。第四河川分数是发现讲，这落水溪内流出来的面积是有增加，拢总是有261公顷遐尔大。目前是针对这各区域高风险的所在来改善防备线，希望会当减少对生活品质的影响。溪水一直往河堤冲洗，造成规大片涌出来滩地。受到丹那西风台甲7月份几摆大水雨影响，造成落水溪河道水位涨起来，流路改变，大面积是无砍掉的滩地，互土沙砍掉。经过数号分数监测发现，涌出来面积增加155公顷，总面积261公顷。走路面积大概有增加了155公顷，那其中7月份为106公顷，那8月份有达到261公顷。那主要的地点位在西洲大桥上下游段，还有自强桥的上下游段，以及西滨大桥的下游河段。有迄个平均值咧有防风，啊，毋过加减风也大，会做水管的防备线会做大的。附近居民烦恼土沙粉问题佫出现，4号分数针对土沙粉高风险点位，伫今年8月底办理防治会议检讨，目前规划会伫中秋节进前做第一波防治作业，包括移除草砍滩地、树木砍、水砍等工法。也在8月29日已经接续进场展开各种的一个作业，包括空撒草籽、草稻草席的覆盖以及水覆盖的作业。4号分数表示，目前也有派大型机构进驻，是做杂水土地、跳水池形成水坎正轮河道，佮会继续监控河道内水位变化，甲捅出来滩地分布状况，以随时调整防治量能，甲改善策略，希望降低土沙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来看，在花莲县地伫10月11要来办铁人3项的比赛，也毋过主办单位呢煞临时来打动，讲就是因为这活动的路线伫休困时间的车辆是有加较侪，所以考虑到安全，毋才会来取消。也毋过这项消息是引起选手的不满，批评主办单位实在伤过老粗。正车一响，大家欢喜到李溪潭出入去上花因环潭公路慢走，最后骑脚踏车。这是花莲每年拢会办的经典赛事，不过今年主办单位煞临时划停，和报名选手拢硬去。我们所有的住宿也要取消，交通也要取消，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当初我们就问过主办方，为什么要带连假？然后他说，因为花莲县政府要带动观光，他希望在连假的时候，我们选手去比赛。面对这期主办这运动赛事公司无予回应，今日伫官方网站宣布是因为考虑连续假期车流量大，为选手安全才取消。不过网络顶管拢将目标对准花莲县府，和县府感觉真冤枉，主动介入调查。主办的民间体育公司在没有取得路权之前，就自行对外受理报名，收取报名费。然后又因为路权没有办法跟公路总局相关单位取得共识，自行宣布取消活动，对整个花莲推展体育活动有非常大的不良的影响。我们将来不会再有任何的合作。公路总局强调，这个活动脚踏车航步的路线，因为经过大高线，伫连续假期车较侪，而且无过溪桥，因为维修桥面缩短，所以建议主办单位改期或者是改线。不过厂商最后直接取消，和真爱上铁选手无法度接受。主办方和县府是不是可以一起商讨研究，规划出几条比较固定的路线，把这个40公里、90公里的这个路线规划出来？县府强调，这公司承接铁人3项运动是第5年，去年就发生过一个选手渡水死亡，今年佫有前期美国合作，也协调饭店甲交通业者协助选手退钱。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航太总署 NASA 是宣布讲，伫火星的石头旁内有发现甲微生物相关的物质，即卖研究团队呢是要甲样本送回来地球分析。
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公布火星探测器2号所翕的石头的影片，斑点形的纹路引起大家注意。NASA 代理署长达菲尔讲，经过1年的审查，科学界抑阁找无其他更加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人类目前伫咧火星所发现的上清楚的生命现象。And a year ago, we found a sample. After a year of review, they've come back and they said, "Listen, we can't find another explanation. So this very well could be the clearest sign of life that we've ever found on Mars." 这批样本是对内雷特瓦河谷采集到的，仪器要侦测到关键的G波段信号，表示电极土岩伫咧形成时阵，可能甲有机物发生反应。这款特征甲地球电子岩内面微生物代谢的产物正共款。But the key thing to take note of is the fact that what we see in these spectra is something called a G band, and that's pointed out on the image. The G band for us is a smoking gun indicator for the presence of organic matter in this mud. 专家讲，这种生物现象并不是现存的生物，而是伫31年前，可能亲像地球的细菌同款的单细胞生物所留来的化学分粒。研究显示，因可能是利用铁锨或者是盐做代谢，伫环境内面留这种正特别的矿物的图形。So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potential life on Mars more than 3 billion years ag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realiz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little green men or creatures that would run in front of the cameras and smile as they went by. 这边的纳波结构样本是1号第25件样本，目前已经累积30件。NASA 讲，即马只敢人讲这是潜在生物特征，抑阁无法度100%证实。样本有法度送转来地球的时间数，才有法度确定。专家讲，这项研究互人类要回答宇宙内面是毋是只敢咱这种生物这个问题，有更加进一步的答案。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看这甜甜的饮料呢，啉一个久有恐惊会去影响到囡仔的发育，所以英国政府呢是打算要禁止15岁以下的囡仔来买。下昼时啊，坐伫咧路边食煎鱼、至马铃薯，佮加一罐色彩正水的能量饮料。这种搭配以后可能甲囡仔无缘，因为英国政府打算要禁止15岁以下囡仔买能量饮料，因为有一寡的咖啡因浓度超过2杯咖啡，对囡仔有危害。Specifically in children, they have developing brains, they also have smaller bodies than adults, and so they can be more sensitive to these effects. And that can lead to poor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anxiety, difficulty sleeping, as well as causing abnormal heart rhythms. 政府用57篇科学研究讲，能量饮料加头痛、扎做、夜间胃痛拢有关系，甚至互囡仔失眠、忧郁、上课袂专心。虽然大部分的英国超市伫2018年就自动禁止卖互未成年人，不过政府发现13到16岁囡仔有1/3一礼拜至少啉一罐。2020年调查英格兰11到15岁囡仔有4%是逐工啉，也就是逐工有超过10万的囡仔甲能量饮料当作普通时提神的工具，对身体健康伤害正大。8 in 10 parents want to see this ban. Of course, lots of these drinks are not just high caffeine but high sugar. So in terms of childhood obesity, there's a real challenge. 照英国这卖规定，饮料只要1公升的咖啡因超过150毫克，就要正清楚表示，无建议囡仔啉会建5分里。不过，敢若提醒还阁无够，这项15岁以下禁止啉的命令已经进入12礼拜公众咨询，那正式立法会先伫英格兰地区实施。There's going to be a kickback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don't understand the new regulations. Als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n element of theft because it becomes a naughty item. 禁止卖能量饮料，互囡仔可能是要顾囡仔的健康，不过也可能互少年世代囡仔无欢喜，效果如何也怪看。公司新闻温芳怡编辑。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